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今晡日红龙独家提供便宜。大家独家看天气预报嘅时间啊，会关心讲稍早嘅天气系会烧、会冷、会落水雾，还会关心嘅系空气嘅品质，嘅天气美丽咧会钞票无。因为咧，了会影响到你生活地图，系咩会过敏、会打哈欠，和可能会有重啱嘅机会。不过咧，最重要嘅系了老人嘅交通。 经济、能源嘅发展都有关系。呢下是听你强下去车以前落去了解了雾霾后背嘅问题老现象，看基本嘅纪录片《飞行之道》。空气污染是21世纪的环境浩劫，而台湾也笼罩在危机之下。电力和科技 给人们带来经济进步及便捷的生活，但是工业发展与都市化的过程却制造了隐形的杀手。这件事情不是事不关己，每个人都逃不掉。人们的生命安全正面临威胁。看到自己家是这样，就觉得很难过。你不可能不呼吸呀、可以说其他致癌物我们可以避开，那空气怎么避？ 4大空污病，第一个病就是中风，第二个就是心肌梗塞，第三个就是肺癌，第四个就是慢性肺疾病。超乎咱的想象，因为伊诱加咱规身躯无法度动掉。威胁可能来自电厂、工厂、城市里的交通所产生的细悬浮微粒，而问题远比想象中严重。PM2.5越高的城市的话，它寿命越短。 每年肺癌死亡的总人数已经超过11000人，大部分不是抽烟者。而国民健康情况背后，关系着一个国家的竞争力。在台湾，从小市民、医生到企业与科学家，他们都在想办法对抗空污，但他们能成功吗？ 台湾一直以高科技之岛自居，但在追求经济发展与现代化的过程中，台湾也成为一座空气污染之岛，全年有1半的时间是空污季。我们的污染源基本上分4大类，一个是从中国大陆过来的，我们叫境外污染；第2大类就是所谓的工厂，那再过来就车辆，那最后就是所谓的易散性，扬尘啊、烧香拜拜跟民俗比较有关系的。 来自工业区或电厂的废气称为固定污染源，而城市中交通工具所产生的则称为移动污染源。事实上，在台湾，无论是居住在工业区附近或在城市里，没人能逃过空气污染的危害。这地方的主要当然就是来自于中国，平均起来大概那边它约占1/3啊。把台湾本土的就以100%来看的话，其实移动污染跟固定污染差不多一半了。 世界卫生组织已经提出，空气污染产生的细悬浮微粒为1级致癌物，又称为 PM2.5。PM2.5它的2.5这个意思就是它的粒径小于2.5微米，啊，那大概是我们头发的1/28，是非常非常细的一个微粒啊，所以那 PM 就是 particulate matter， 也就是粒状物了，它本身几乎没有任何一些 物理的机制可以把它去除。一旦被归类为第1级的人类致癌物，只要吸到足够的量，常常就会有较高的癌症的风险。全球每年因空气污染而死亡的人数高达700万人，引发包含心血管疾病、糖尿病、中风以及肺癌等众多疾病。 人们为了空污问题聚集起来，他们希望问题可以尽快改善。反污染扩张，反厌氧石化，反厌氧石化。来自高雄凤鼻头的静莹也是参加者之一。空污是他成长过程中不曾间断的每日经验。
台湾全岛遍布着大大小小的工业区，有许多紧邻着住宅区。位于高雄的凤鼻头与大林埔就是其中一个最极端的例子。这边是我们家的顶楼阳台，然后就是从这个阳台看出去的风景，就是我们这边的凤鼻头、大林埔的算日常，然后可是我们的民房外围就都是工业区。40年前，台湾启动10大建设，这里成为一个被临海工业区包围的聚落。现在这里包含钢铁、电力、石化及金属制造业，总共有近500家工厂，800多支烟囱，所排放的空气污染物超过120种，当中已知有至少23种致癌物质。在欧美，工业区与住宅的距离至少必须有5公里的绿带，但在这里，高度污染的重工业区与住家竟然只相邻1条马路，对居民健康的危害无法想象，而其中苯的污染含量更为全台最高。政府无力解决，只能提出要居民迁村的政策。由于工厂排放的污染长期难以举证，而长时间在烟囱底下生活的痛苦难耐，在地居民多数由抵抗转为消极的态度，纷纷同意迁村，但迁村却是另一条漫漫长路。静莹今年24岁，年轻的她不明白为什么不是从根本解决空气污染问题，反而是要求居民搬离故乡。市府说，大林埔迁村采取先协议后计划，计划书还要再等一等。所有的东西先都大家的民意沟通都有一定的基础之后，才会进入正式计划。只是开了几次说明会，就真的有沟通到吗？我希望所有政府官员都应该要为国土规划所产生的问题道歉。要来吸毒就来大林埔这里，因为这里的毒没有钱。政府进行的迁村意见普查，虽已获得多数同意，但迁村衍生的争议未决，政府至今仍提不出完善的迁村计划。我是觉得目前的迁村计划就是因为很草率，虽然说前行政院长有下来跟我们道歉啊什么的，可是实际上根本没有具体的计划书啊，就是雷声大雨点小那种感觉。正值青年的静莹想打破这份消极的氛围，为了唤起在地居民对于家乡的认同，进而重新思考迁村的必要性。他与伙伴于山决定在当地放映几部不同时期在大林埔取景过的电影。很有温度。蛮多我们这边年轻人是因为我们出生的时候，这个沿海六里这个地区就是这个现在的样貌了。你们家的特产是什么？我们家的特产是烟囱，这样好像没有什么值得保留或喜欢的东西。但是原来在更往前去发掘，其实我们这边也是有一些历史跟文化的存在。然后我觉得知道这种东西对于个人的生命经验来说，也是相对比较好的。静莹的想法听起来大而无用，这也是被固定污染源包围而无力对抗的真实悲哀。而城市中的人们也被移动污染源包围，其中老旧柴油车与2行程机车同样带来致命的危害。据研究，全台在1996年前出厂的1、2期柴油车总量为7.6万辆 ，PM 2.5的排放量为3座台中火力发电厂，而2行程机车 PM 2.5的瞬间排放量则为4行程机车的60倍。好，就是你看看那个车子排黑烟，那个就是它燃烧不完全的黑炭。那2行程机车，它起初你看到后面有白烟。那个就是它烧了以后呢，有一些
有那没有烧好的，这个我们说叫有机碳。好，那目前在联合国公告证实，这个黑炭呢，基本上有非常强的会造成致癌的问题。台湾北部的城市是移动性污染最严重的地方，产生的 PM2.5所带来的危害，不亚于中南部工业区的废气。尤其像 PM2.5，它就有能力可以一直飘，穿过我们的气管，甚至呢，它颗粒小到呢，它可能可以穿破肺泡，进入到我们的微血管，就进入到我们的全身血液循环。我们身体有一些免疫细胞，叫做巨噬细胞，它就是负责捡这些垃圾的。我们以前就发现，巨噬细胞吞了它之后呢，居然无法分解，只能储藏在身体里面。而这些生病的巨噬细胞呢，也有可能会进入到血液循环，它会一直分泌细胞激素、发炎激素，而这些发炎物质呢，就会刺激身体基因突变，造成癌症。而秀文可能正是城市中 PM2.5的受害者之一。37岁的秀文生长在大台北都会区，就像我们大部分人一样，她曾经是一个普通职业妇女，平时搭乘公车、捷运，骑乘机车或脚踏车。我以前上班就是这样子，就是人出去一整天，上下班，然后等公车也不会避开那个排气管，都不会。3年前5月确诊，就是肺腺癌晚期，至今已经做了就是3年的治疗了。目前就是服用标靶药物，可是之前就是有经历过就是标靶化疗的阶段。秀文从来没有想过她会得到肺腺癌，因为她不抽烟，也没有家族病史，婚前也很少煮饭。因为我不觉得压力是一个太大的问题，会觉得跟空气有关。在确诊前，她与姐姐曾经是马拉松爱好者，和所有人一样，想借由路跑来促进健康。那时候台北市政府办一个母亲节路跑，就全部都女生的，我跟我姐姐都还有去跑步。那时候不知道这么严重，但由于跑步属于激烈运动，此时的心肺运作会比平常增加数十倍，而参加路跑运动的人吸进去的污染物是平时的10倍。这也是秀文罹癌前不了解的。肺腺癌改变了秀文的整个人生。就是我老公生日那天确诊，然后那时候原本定的验科日期是定在11月，然后就觉得你本来跟你原先想好的人生就是完全不一样。秀文至今已抗癌3年，但癌细胞的攻击却从来没有停止。是那时候肺部出问题的时候做的胸腔的断层扫描，下面白色的地方这边是积水，肺积水，然后可以看到就是这边有一点一点满天，就是像星空这样子啊。这个就是那个肺腺癌细胞扩散，就是左右两边都有癌细胞。肺癌的分期就是只要它左边右边都就是跑出去，原发点移到左右都有，或是跑到远端都算是晚期。那时候医生就讲说，你现在是晚期，然后生存期半年。肺癌本身有一些特性哦，第一个特性是它早期没有症状，所以我们以前哦，如果你等到有症状，你咳嗽咳到比较严重，咳血或者是会喘，来哦，10个有8个都已经是末期了。第二个肺癌的一个特性就是它早期就转移了，它转移的速度很快。就在秀文持续与肺腺癌对抗的同时，在大林埔的静营正想着如何唤起居民被空气污染迫害的意识。临海工业区包围高雄大林埔凤鼻头已经有30多年，一条马路的两侧是完全不同的面貌。政府提出迁村，
但是迁村费用昂贵，争议不断，具体计划悬而未决。经营希望贡献自己的力量，让居民能够重新思考，为什么是人离开故乡，而不是从根本改善工业区造成空气污染的现况。大部分像静莹一样的年轻人，不晓得过去大林埔、凤鼻头和以迁村的红毛港是附近最大的3个繁荣聚落。红毛港几乎家家户户都是捕鱼的，大林埔以前蛮繁荣的，就是它算是相较之下算是一个商业区，就是红毛港的人捕鱼的人有钱嘛，捕鱼的人就会去大林埔消费。那凤鼻头的人大部分都是有捕鱼的，然后也有从事农业的，因为我们这边相较红毛港，我们这边就有可以耕作的土地这样子。经营希望在放映电影的同时，制作一张娱乐地图，让居民了解过去繁荣的景象，但它需要地方耆老的帮助。里长做金无用啥？这金哦。对啊。还好。我想要做咱大南部凤鼻头的娱乐地图，互咱来看的人会当了解讲咱家较早有戏园啊，有酒家啊。因为娱乐地图也是一个对于过往的重现或是缅怀，然后电影也是，然后其实主要还是希望说长者啊，然后带着小朋友或年轻人，然后他们可以去告诉他们这里以前的故事。太奇亚应该是底价，这是油吧嘛？啊，这应该彩券行。在彩券行嘛，彩券行边是条路，戏园就是一只。哦，这位是戏园。这戏园叫戏园。安尼。当静莹忙着筹备电影放映的同时，空气污染的情况也随着不同季节产生了变化。就是在冬天的话，因为是一个东北季风下来，那冷空气密度比较大嘛，所以它就会挤在本土空气下面，那把本土的热空气往上抬。那这个厚度我们就叫混合层高，所以污染就非常的局数在这地方，所以污染就非常严重。那夏天的话是西南风，这个积云可能可以到达好几千公尺，它的垂直扩散的这些范围就至少是冬天的3倍，所以浓度就只剩下1/3了。以大林埔凤鼻头来说，夏天的西南风会将周遭工业区所排放的污染废气吹向位于北边的高雄市区，因此在夏天的时候，高雄市区的空气反而是比大林埔凤鼻头来得差。同样的问题也存在于台湾其他地区。中部的城市除了移动污染源以外，还有来自西边与南边的固定污染源。依照风向变化，空污影响范围最远可以达到南投的埔里。即使人口稀少的埔里并不临近任何工业区，但却同样饱受空气污染之苦。北部地区的城市里充斥着大量的移动污染源，周围则围绕着2座发电厂，导致空气品质常常在标准之下。我们很容易可以发现，其实整个台湾都被空气污染包围，就像一个放大版的大林埔和凤鼻头。空气污染已经被证实和肺癌有一定的关联性。此时此刻的台湾，不要想到肺癌就想到抽烟，应该想到肺癌就想到空气污染，因为台湾人的这个肺癌的资料就告诉我们，多数的都大于50%，或是绝大多数的女性，她的肺癌都是非抽烟者。而秀文在确诊之后，虽然努力治疗，但顽强的癌细胞很快由肺部转移至腹膜跟肝脏。抗癌的过程中，无论是心理上或是经济上，对秀文来说都是极大的负担。无力改变现况的她，如今家人的陪伴是她最大的抗癌动力。但她知道，对于另一半来说，这并不是一件容易接受的事。先生其实他在于我确诊的时候，他就坐在那边哭，然后我爸在中间，但是不是我讲，因为我说不出口，叫我爸说，我劝我爸说，他就哭啊，然后他就抱着我那个
好像抱着我衣服哭吧，然后哭到不能自己这样。就他哭我就会哭，通常都这样子。然后也想说，那我们就生小孩之后再养只狗或猫啊，这样子。总之确诊之后就没办法再生。那我那个时候其实确诊就有想过说，要不要分开这样子。那其实他有受到他家人给他压力啊，就是希望他跟我分开啊，或是说希望他在外面就是有别的对象啊。我那时候有想跟他离婚，我啦，我想离，因为他独子啊，然后就觉得你本来跟你原先想好的人生就是完全不一样。下一个阶段治疗。可以帮我准备卡片吗？我的，用我的就好了。不熟啊，不熟，因为他比较多愁善感，然后另外一半他面对于病痛这件事情，当然难过还是会难过啊。为了家人，秀文还是得持续抗癌，而且她从来不会露出悲伤的表情，反而一直以笑容与轻松的态度让先生安心。为了确认癌细胞是否再度转移，她来到医院进行进一步的检查。没关系，那你等一下帮我回想一下，我先让你去做超音波。之前肝转的地方是没有什么问题，然后妇产科刚刚是做了超音波，里面有5公分的囊肿，所以后续还要在生理期，这一次生理期过后还要再做一次检查。看不懂，看懂就当医生了。秀文知道肺腺癌细胞的转移极快，她内心暗自祈祷最后的检查结果能够一切正常。肺癌是一个早期转移的癌症，所以它为什么以前死亡率这么高？在标靶药物还没有发明之前大概平均存活就是7、8个月而已，就是意思说你过了1年，你的病人就死了1半以上。所以呢，通常那时候被诊断末期肺癌其实就等于宣告你寿命只剩下半年不到、半年多、1年不到的时间。除了诱发肺腺癌，空污也可能引起呼吸道过敏反应。这样子哦。陈灵芝是中研院的研究员，因为儿子有严重的过敏症状，空气污染的现况成为他最关心的事。我们丢飞机要不要？要不要丢？不要了。我坐着丢，你站着丢可以吗？因为我是学资讯工程嘛，那小朋友出状况之后，就会开始去 Google search 啊，就开始去找说怎样才可以去避开过敏源啊，那怎样才可以去就是让小朋友不要那么常发作啊。为了了解空气品质，他查询了官方提供的资料。所以这个页面是环保署的测站的即时资讯。那它的资讯就是有，譬如说以 PM2.5的话，它有1小时的平均值，也有12小时的平均值。那离我最近的测站，一个是在这边是松山，这是松山测站，一个是在汐止测站。那我刚好是在中间。那南港这边又很特别，是因为像中研院这边就是旁边又有山啊，所以变成我在这边我不知道到底要看哪个车站是比较贴近我目前的空气。环保署在全台各地布有77个测站，但是大多布置在离地10公尺处，提供的是大尺度区域空气品质的资讯。不过，陈灵芝发现，一般民众需要的是了解每日生活周遭小尺度环境的即时空气资讯。于是，陈灵芝发挥自己在资讯工程上的专业，
希望补足政府在生活空气资讯的不足，研发能提供一般人在生活中就能了解 PM2.5 情况的微型感测器。他与他的团队开始进行空气盒子的计划。我想要把这种微型感测跟健康的关系要能够做得更密切。传统测站它实际上是每小时的平均值，那甚至在更早的话，它是12小时的移动平均值。那如果我们有一个随身的感测器，我马上就可以告诉你说，这个环境不适合你，你应该要离开。那你可以帮助到很多人。空气盒子里头大概有几个元素啦，哈，一个是感测器，它本身就是一个小盒子，那它是会把空气带进去之后，它是利用打雷射光进去，那雷射光打到那个微小的颗粒之后就会散射，就会发散掉。它是去观察它发散的现象，它去猜测说那里头的这种细悬浮微粒有多少。它可以啊，这是改不了 API 你可以改吗？就把这个到时候会把那个缩到这上面。对，我们有特别拿好，所以整个弄好。对。等一下我们就说等。在陈林志与中研院团队的努力之下，空气盒子成为政府前瞻计划的一部分。到目前为止，他们已经在西半部的中小学布建了2000多台空气盒子。和环保署测站不同，这些空气盒子多半架设于离地约1至2层楼高的室外环境，每5分钟就更新附近 PM2.5 的资料。这些资料全部会传回中研院的伺服器，接着再进行资料分析与视觉化，形成了现在的空气盒子地图。那我们希望花4年的时间，在全台湾的中小学都要装空气盒子。那今年是第2年，所以今年结束的时候，我们希望全台湾的中小学已经全部通通都有安装这种空气盒子了。当陈林志着手为空气盒子计划进行第2年的布建时，台湾通过了新的空污法，针对固定污染源与移动污染源提出新的管制标准与规定。如果针对固定污染源的部分啊，我们需要从源头管制，再从制程上面也做出要求。如果你违反了这些管制规定的时候，再用加重处罚，希望能够产生吓阻作用。那在移动污染源的部分呢，未来希望淘汰这种比较老旧的大型的柴油车啊，或者2行程机车等等。其中针对高雄严重的固定污染源，在原本的总量管制方案下，同时增加了移动污染源减下的排放量可转为固定污染源增量使用的规定。那目前台湾的空污总量管制区域呢，其实就仅限于在高屏地区，所以就特别规定说，在当地呢，每一年指定这些固定污染，就说下一阶段要削减多少。第一阶段是减5%，如果第2阶段我要求减15%，但他怎么做只能减少10%的时候呢？那另外5%，我们要求他去买。按规定，减量未达标准的工厂，可借由购买其他工厂在标准内多减下的排放量，或者透过淘汰自厂或他厂的老旧柴油车，将这些移动污染源产生的排放量依照生命周期换算，合并计算到原工厂应减低的总排放量中。主要的目的是加速高屏地区空污的改善，但这样的做法也导致许多学者与民众的不满。现在对民众来讲，他要求的污染是，工厂要降，车辆也要降，所以他其实不太能够接受说工厂可以增加，车辆减少。那加上说刚刚讲工厂其实它的毒性，同一单位的 PM 它毒性可能是车辆的100倍。对环保署目前的做法，我反对原因是因为我觉得政府不应该拿公益预算公家的资源去做的减量，那把这个量拿来给私人企业使用，我觉得这个是不对的。政府做东西应该是回归给所有老百姓。事实上，台湾移动污染源中的一个重要问题，来自老旧2行程机车与柴油车排放量与现今标准不符。2行程机车的排放量多于最新标准9倍，而1、2期柴油车则是多了5倍，造成严重污染，却没有良善的退场机制。
相较于台湾，日本在空气污染处理的对策上，尤其是针对移动污染源的减量，值得我们学习。日本除了大力推广大众运输，同时辅以旧车加税、新车减税的双重诱因，鼓励民众换车，有效汰换高度排放污染的旧型车辆。同时，日本更用绑定所得税的方式，鼓励民众搭乘大众运输。例如，一位月薪6万元的上班族，其中1万元是搭乘大众运输的津贴，所以申报所得税时只需申报5万。雇主若是支付员工的交通费用，也可享有免税额。针对空污造成的健康问题，身为妇产科医师的叶光鹏感受特别强烈。叶光鹏更认为，解决空气污染最根本的方法是停止使用燃煤。当然，正经阮拄开始嘛无啥了解，但是开始愈了解空气，愈了解讲，这影响人的健康。头先讲的，空污影响会影响胎儿去啊，影响等你囡仔肺部出来嘛，佮等你发育，不是完成，还在发育。咱脑部嘛，佮拢会受影响，咱的免疫嘛受影响。叶医师与其他专业的伙伴们成立了台湾健康空气行动联盟。他认为，适时提供政府空污施政方向，才是积极改善问题的方法。敏感族群不健康，在英国是所有人都不健康。英国医师协会，因伫2年前，因就出一个讲。你若要管控空污，上有效的，就是把燃煤关起来。所以全世界为什么燃煤电厂一直无去？先进国家一直无去，只有落后国家、开发中国家也搁咧用煤，也搁咧起煤。这就是因为六大外部成本、健康成本、环境成本加起来因素就差在这。刚刚我们说的砷、镉、汞这些重金属。大概70%以上都是跟燃煤发电或燃煤工厂有关系的。那砷的话是一级致癌物质，它以前叫砒霜。从煤大部分它含有比较高的硫分，早期它会造成酸锂的原因。气候变迁的问题，最主要是石化燃料的使用，当然就是除了汽油以外就是煤。为了进一步解决空污问题，专家们提出重新估算空污费的征收方式。绝对是被低估了，所以变成说我们老百姓其实为了这些燃煤电厂来讲，我们是花我们自己的成本去照顾我们受到空气污染影响的这些家人。对，所以我觉得说我们应该是要把社会成本要内部化才对。征收空污的目的就是消灭空污费，就是我们希望征收空污费，然后让你自己愿意去改善，到最后呢，我们变成没有空污可以征收。单就污染防治技术的成本，它应该是目前的大概差不多是5到10倍。可是为什么我们的空污费一直没有办法达到这样的功能，就是费率太低。美国的几篇研究来看的话，他认为燃煤电厂发一度电，它的成本是在8块钱。但是台电自己的燃煤电厂，譬如台中电厂的话，自己发电成本是1块1毛钱，所以这额外的这7块钱的话，我们就应该收它的空污费。或者收它的那个二氧化碳造成的温室效应气体的灾害的费用，大概收到7块钱左右。对，那当然你定这么高的费率以后，我相信这些燃煤电厂大概也会自动就淘汰掉了。同时，专家也指出，在台湾，不论治疗是否成功，每年每个癌症病患的医疗费用至少需50到100万，背后庞大的健保费用都是全民买单。因此提出建议，应从空污费中提拨支付高风险民众做早期健检的费用，节省国家医疗支出。在空污不断影响人民健康的同时，为了因应电力供应问题，台湾政府却提出重启位于北部的深澳燃煤电厂，也开启了能源与燃煤相关的争议。在北部，你建一个燃煤机组的时候，它所造成的 PM2.5 当然会影响到主要是台北人口密度高的台北跟新北还有基隆，加上深澳电厂它其实在台湾的
风头，所以无形中等于说台湾就在自己的风头上摆一个最糟糕的一个燃煤发电厂。那你可以想象它产生的 PM2.5 砷的重金属的话，除了影响当地以外，那整个台湾的西半部也都会受到影响。为了更有效了解全台湾的空污影响范围，陈林志与他的团队准备在屏东进行空气盒子的下一场说明会。好，各位老师大家好，我是中央研究院资讯科学所陈林志。那我们今天这一个整个活动主要是要做屏东的空气盒子的这个发放以及安装的说明。所以我在座的老师，我不知道有没有多。陈林志的下一步是希望能做到空气品质的预测工作。因为我们现在已经有这么多密集的感测器，我们在空间上已经布得很密了。那我们在时间上，我们每5分钟就有一笔 data， 所以我们资料都非常的密集的。所以我如果可以从过去2-3个小时去学习到它的变化的过程，那我就可以透过我的模型，我的预测结果，可以告诉你说，你今天傍晚适不适合去慢跑？我可以告诉你今天晚上是不是应该赶快回家，因为下午等一下傍晚要自爆。我可以做这个预测，它可以影响我们的做的决定，甚至未来它可以影响政府去做一些比较更政策性的决定的话，那这个系统的价值实际上是更大的。在屏东布建空气盒子，对于陈林志的长期计划来说是很重要的。这样的想法来自于空气盒子在2017年对于境外霾害的影响观察。我们都知道大陆霾害对台湾会产生影响，但是利用我们的系统，我们可以告诉你，譬如说这次的霾害呢是早上7点多的时候，它从基隆登陆，从北边登陆，你看它这时候马上止爆，开始往南走，然后2点多快3点的时候到达高雄。你会发现，当它到高雄的时候，台北实际上已经变绿色了，在那个城市影响可能只有2-3个小时而已。就我们预测的话，就变成是从南到北，因为台湾的距离这么长嘛，未来霾害登陆从台北到屏东，它中间经过多少过程？那以后我们假设有机会去发布预警的话，我们能够预警到什么样的程度？那就研究上都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题材，而且也真的解决一个台湾的目前的问题。那另外一个就是说，以前特别是南部这边的污染，其实我们都很不清楚说，比如说污染到底是从北边过来的，从南边过来的，我们都不知道。对，那现在把这一块拼图补上去之后，其实我们希望未来可以解释南部的空气品质发生的一些现象。科学家在帮助民众面对空污的威胁上有了进展，但身在高雄大林埔的静莹却面临困境。周末会在庙口放电影，然后凤林宫会有一场，然后凤鸣宫会有一场，然后欢迎你们来看。这礼拜6会在庙口放电影哦，可以一起过来看，谢谢。长期受到空污影响的凤鼻头居民静莹，正透过个人微小的力量，唤醒居民对于家乡的认同，企图翻转当地巨大又敏感的迁村议题。我不是什么推销啦，我只是周末会在庙口放电影，然后邀请你来看。大家都好冷漠，怎么办？不是大家啦，也没有，大家会觉得很恐怖，就是你不要来推销我，不要来推销我这样。我只是要放电影，我只是要放电影给你看，不要这样。同学你们好，我们这礼拜6要在庙口放电影，是郑文堂的眼泪，你们有听过吗？为什么大家都觉得我们很像要安利人家什么事？我们不是安利，他们超害怕的，很可怕，大家都觉得很害怕。但是空气污染不只危害了大家的健康，也影响了人与人之间的信任。所以我们这边的人就很习惯说，只要有活动，那个活动一定有什么目的这样子。那结果就是去发传单的时候，就很常被问说，那你们这个活动是要干什么？然后是有人要选举吗？还是为了什么这样子？然后你们是有什么目的吗？还是你们是什么协会吗之类的？然后就其实针对这一点一开始有点小难过啦。我难过感觉是难过说，天哪，我们这里的环境造成我们这里的人，就是影响我们这里的人深远到我们这里的人的大家的想法都是这样。静莹所选的3部电影，记录着大林埔凤鼻头的过去与现在。
他希望大家看到工业区进驻之前的美丽家乡，也看到工业区来了以后的变化。就选了3部电影，分别是《春归何处》、《天龙地虎》跟《眼泪》，因为等于是1980年代的时候，这边海岸线都还很干净、很整洁。然后就是2000年过后，关于我们这边的场景已经变成是烟囱跟工业区了。然后这几部电影刚好可以做一个对照。就广播一个。你就讲今仔日用7点会伫庙口，播放《眼泪》这部电影安尼，就讲下骹才会安尼就好啊。顶悬免讲安尼就好啊。各位乡亲，大家暗晚大家好。今日是咱10月初6，咱暗时7点，伫咱红林宫大庙埕头前。有要演出电影，这出活动是由咱沿海当地居民所关心的一寡学生做伙来主办。对，好，那椅子拿开好了。不用，那个先放着。在经营与里长的宣传下，庙口聚集了一些居民。看到电影中熟悉的家乡时，大家眼里似乎有一些触动，这也让静莹有些许的安慰。今天很谢谢大家，就是看电影，然后还留到最后，大家谢谢你们。然后我们会办这个在播映的时候，然后就比如说就烟囱出来的时候，然后就有小朋友就说，那个不是公园的旁边嘛，什么之类，然后就大人就说没有，那不是公园旁边，是哪里这样子，就觉得蛮有温度的，还好，放下心中一颗石头的感觉。没办啊，不错，可以看到早期一些大林埔现在已经看不到的东西，很悲伤啊，只曾追忆而已。静莹很明白。光是放映电影对于改善空污以及该不该迁村并没有直接的效果，但这是他唯一能做的。即使对其他人来说，这个举动看起来有多无力而荒谬。我们当然知道，现在台湾跟工业是一种很紧密的镶嵌，所以不可能消失的。但是他必须要负起他的那个社会责任，而不是说一直对我们这边的土地进行消费跟滥用。回到充斥着交通废气的台北，秀文正前往医院准备看检查报告。她祈祷着癌细胞没有转移。你的话，原来我们上次有看到左边一个卵巢囊肿，现在是已经消了啦，表示不是一个肿瘤般的增生，是不用担心的。那你本身有没有什么不舒服？其实我那个生理期过后啊，我还是一直觉得那个想上厕所。OK。上次做超音波是觉得左侧有那个囊，就是有一个小水泡，5公分，那有可能是因为生理期的关系。那上一次照完之后，那这一次回诊是因为要排在生理期之后，然后这次再回诊再照超音波，就那个5公分不见了，那就确定是因为生理期排卵的关系。虽然癌细胞没有转移，但秀文总是做好最坏的打算。其实我自己的以往的经验就是可能开始抗药，只是它可能没有那么快，
所以没有造成太大身体不适。但是我觉得下一次或者是3个月之后再做断层或者再做抽血检查，然后他癌值还是往上的话，那我应该就是要换药。肺腺癌改变了秀文的人生价值观。工作当然是赚钱啦，是求生活的品质嘛。可是，真的像如果说真的像我这样生病啊，什么品质可言？秀文的想法是许多癌症病患的心声，而罹患肺癌的人口逐年增高，现在已经成为台湾的新国病。然而，越来越多像秀文一样的年轻人失去了健康和未来，让我们不禁怀疑，牺牲空气品质和健康的结果，究竟是为经济发展带来助力，或是阻力呢？长久以来，我们总以为经济发展与环境污染程度成正比，但根据美国环保署研究统计，美国自1970年通过清洁空气法至今，不仅减低6种主要污染物的排放量达73%，包含粒状物、二氧化硫、臭氧、二氧化氮、铅以及一氧化氮。车辆使用相同单位能源下，行驶了更远的里程数，而国民生产总值更成长253%。这个经验清楚地告诉我们，干净空气不只让国民得到健康，更提升生产力与国家经济力。2018年10月12日，台湾宣布停止重启深澳电厂的计划，但叶医师与其他环保团体为了持续提醒政府与大众关于空污的危害，再一次举办了反空污大游行。今日深澳减去啊，阮替北台湾感到安慰，但是我无感觉一点欢喜，因为中南部的同胞更在受苦受难。虽然空污问题没有单一解方，但只有不到40%境外污染源的台湾，应该更积极地将改善国内污染源视为第一要务，早日解除空污威胁。以日本福冈为例，在自身工业污染及80%境外污染的困境下，透过发展新兴生态工业城，重新找回蓝天。医学已经确认，人体机制想要战胜 PM2.5 与重金属的几率接近于0。空气污染没办法自力救济，它是一个全身性的毒害。接触到污染的空气是你无法逃避的。其实你只要往下一代去想，你马上就能够感同身受了。这个问题很迫切了。空气污染不只危害健康，生病的国民对于国家经济竞争力更是一大威胁。我们其实防治这些病因呢，并不是只有防治这些疾病发生，其实对整个国家进步也是非常重要的一环。就算它的危害不是马上发生，但造成伤害是确定的。不管你伫对，空污的确拢会影响你健康。就是讲，今日空污不一定马上我破病，但有可能我1年了，我30年了，我50年都破病。要找出完美解方，需要各方考量。空气污染议题，它也不是只有空气污染，你要放在整个社会的大架构里面来做一个综合的考量。但是，好的空气品质一定是一个政府应该要做的事情，这是责无旁贷。过去中国是发展污染产业赚钱就好了，现在他们已经渐渐在换方向了。那台湾还死守了这些污染产业，甚至渐渐就变成他们的离岛工业区，是非常非常笨的做法。但无论如何，我们必须及时付诸行动。空气污染跟温室效应是一个共伴的蝴蝶效应，这个事情是在国内在讨论空气污染里面一直被低估的。少用煤跟少用油，就少排放二氧化碳，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生存的问题。
看到今日嘅影片，大家係咪對空氣污染有很好多嘅認識？就了解到空氣污染了解按條件嘅問題，開始來行動，就嚟關心咧了解到人力、達分、達苗、調氣都有關嘅問題。了解你今日嘅紀錄片，紅龍度假幾咁便宜，你下擺見。